免问题，啥物要客栈，拢客栈，啥物话，汉语名咧都做客栈，啥物话，我到喜乐风，我到喜乐风，望海，耶稣的交流，九步令的新显面，九步令的新显面，我到喜乐风，望海，耶稣的交流，九步令的新显面，我到喜乐风，西律王，望海就听说耶稣的交流，就是他的经历交流。九步令的新显面，显就是边上身边的人，新显面身边的人，新显面。我到喜乐风望海，耶稣的交流，九步令的新显面，就报告他的身边人。我们是人类的一份子，别人多有酒，我们都要唱，杯要喝，我们与歌主，人民大团结，和谐共建创美好的家园。北至老港，北落北啊。